不死吧！你敢毒害我！你这碗里做成何物？给义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。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啊，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。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，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二字？你这话不真。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，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。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啊！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！国相爷。妻儿吃饱了吗？我的肚子都快撑破了，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食了。大姐姐，我都出汗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，对吗？母亲，我可以出去吹吹风吗？去吧，别跑远了。知道了。继儿明慧有王者之相，梦莹有负于你们母子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何况当年是我先对不住你。苏秦已将事情原委告知于我，其实我不该怪你。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。那你眼下作何打算？我想取道齐国，再回楚国。你为何不回秦国？你知道原因。就算芈姝记恨你，可她唯一的骨肉也已经没了。眼下楚魏未定，而你还有继儿，你就有更大的胜算。在后宫，我见过多少人为了那个王位赴汤蹈火，奋不顾身。我不想让继儿在争斗中被碾杀。继儿聪颖好学，仁义又有才华，只要你肯，必然有人愿意帮衬。什么人能如此好心？比如诸国当中不乏有识之国君。天下没有白吃的膳食，诸国帮我，只怕都是为了讨要好处。我若应下来，也是割肉补疮吧。可继儿是王室儿女，命里就是要争的。那就等他长大了，有了去争的心性和实力。暂时不回去也好。如今淫荡已死，秦国诸公子争位，情形只怕比当年燕国更糟。想来会后芈姝此时在意的，一定是如何保住母后的位子，不会再有心为难于你。你不如先在燕国安顿下来，
我让大王赐你们母子一块封地，你可把楚国、秦国的亲人都接过来。继儿还小，你可在燕国安心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招揽谋臣死士，以待将来，如何？你一心想回楚国，不会是因为那黄公子吧？我已经辜负过他一次，绝不能再伤他的心。黄公子难得人才，若能留在燕国辅助大王，也定可大展宏图。谢大公主好意，我了解子歇为人，他绝不会留在异乡为他国驱使。我还是与他一同回楚国。我的话都出自肺腑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过，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夫人，天气炎热，厨房给夫人送来了冰镇的酸梅汤，以解暑气。放在那儿吧。等等，前面议后那边有什么消息？议后，今日议后，不是安排酒水盛宴，宴请那些贵人吗？前头不归婢子照应，婢子不清楚。滚！快滚！这里都是些什么人？一问三不知。酸梅汤味道如何呀？这等穷乡僻壤之地，哪有什么好喝的酸梅汤？但对夫人来说，无论好坏，一口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糟蹋了那秘制的酸梅汤，汤勺上涂了鹤顶红，多么好的汤水！会变味道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竟敢毒害我！米音，你胆大妄为！你用那鹤顶红，不仅要害芈月母子，还要取义后的性命。我要是不下手，燕国就要毁在你的手里！你怎么知道有人出卖了我？是你！我早该想，是你这个贱人！别怪罪他人。沉水入火，自寻死路，凭谁也拦不住。你是我夫君，为何不与我陆离同行？不错，是你的夫君，但我更是燕国的国相，不能为了你与燕国为敌。